Hello everyone，大家好啊！我又来上班啦。然后开会之前想给大家录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我想说的呢，就是这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以及遇到各种各样的博主们，无论他们说什么，无论你在网上看到的什么样的信息，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先结合自己的情况，结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及自己的这样一个原则以及道德底线来去衡量这些东西，然后去一个一个去筛选，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爆炸。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啊，老样子还是把它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并且把它翻译出来，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英语听力训练。好，那我们开始。Think deeply about things. Don't just go along because that's the way things are, or that's what your friends say. Consider the facts, consider the alternatives, but most importantly, just think twice. Have a nice day.